几乎没有什么样的立场可以表达出他的这个诉求。所以呢，他就向这个太监长来提出来说：“你可以让我们试试看，可以求你。”圣经当中他这样说：“求你让我们来试试看，在10天当中，你只给我们水和青菜。10天当中，你给我们水和青菜。如果呢10天当中，好，我们如果没有继续这样子达到你同样的要求的话，那就照你的意思来办吧。”而这太监长他的困难是，如果你们这4个少年人如果不吃的话，违反规定的话，我颈子上的这个头就不保了，我的头就不在了。所以双方都有他们的困难和挑战。但是但以理他客观的、他理性的去 evaluate 这个解决的办法，他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计划。而太监长他在他的权柄之下，反正这个要吃3年，这是3年的计划。你10天我还好，我还可以跟王交代，所以好，就让你试试看。所以果然10天之后，不但但以理和他另外3个朋友没有变瘦，没有面黄肌瘦，面有菜色，反而比其他的人被挑选进来的人更加的俊美。所以这个太监长他就很高兴的让他们这样做下去。所以你也可以知道，在这3年当中，但以理并没有吃什么肉，吃什么好餐的好料的。但是呢，他却是因为靠着上帝的恩典完成了这个日子。所以圣经说，日子满了，但以理和他3个朋友就被挑选进入到宫中，去服侍尼布甲尼撒王。这是上帝的做法，好，是一种客观的、理性的来评估解决的方案。如果但以理他也可以选择，我的神告诉我不能吃祭拜过的肉，我的神禁止我吃这些偶像的食物。如果但以理他当初用这样的方法，他用各种属灵的语言来去拒绝的话，或许但以理早就被赶出去，或许但以理就不能继续在巴比伦当中来服侍。当但以理不能在巴比伦的王国当中来服侍，这些犹太人他们可能被掳归回的这个计划，甚至会被延宕，会被拖延，甚至就没有办法成型。但是因为但以理他有智慧，他不只为自己的益处，他更为了寻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，而他能够留住他的立场，保住他的立场，解决他的问题，也寻求到双方彼此的利益。所以如果在这个解决问题当中无法达成一致的话，不要太快放弃，不要太快就放弃，太快就拉倒。我们还必须去努力去思想可替代的方案。或许我们需要回到先前的步骤，或许我们需要把这本和平使者从第1课好好再来读到第11课，从里面这些方案一个一个再来检视和检讨。当然这要花很多的时间，但是因为你要建立关系，要真的彻底的解决问题去面对，就必须来去找出这些可能被忽略的利益，或是去想出新的解决办法。最后的结论，在这个商议的过程当中，它不只是谈判，它不像是在拔河拔到最后就是我被你拉过去，不然就是你把我拉过来。这样通常到最后就是2个人都花了很大的力气，肌肉拉伤，甚至呢就算有赢了，但是另外一方也不高兴。我们要寻求的是一种双赢，就是合作性的商议，让彼此可以找出双赢的办法，甚至是3赢。你赢，我赢，上帝赢，能够荣耀神，3方都能够得胜。有时候双赢，你赢我赢，但是上帝很生气，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有啊。好，在这个黑道里面的这个勾结啊，好，他们可以黑道跟黑道的这些的勾结的事件，财团跟财团他们做一些违法的勾当，甚至是政府跟财团他们双赢，但是上帝却愤怒，也有这样的事件，必须要寻求甚至是3赢，上帝他也满足他的心意，按符合圣经的原则。所以重点就是结论就是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，也要顾别人的事情。我们是不是太习惯只在意自己的事情，太习惯只听自己心里面的声音，太习惯只表达自己的诉求，但是从来没有去替对方设身处地的想过，去为对方着想。我们是不是只忙着做这些事情？这是我分内的事情。特别在我们的教会，我们教会有很多的组织，有很多的分工，他们的工作被分到这边，对不起，这个时间前面20分钟我负责，后面40分钟你负责，所以我20分钟的事情我做完之后，后面的事情留给你去做吧，我就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了。这个是很要不得的心态。
而且是让关系越来越冷淡，关系越来越淡化，越破碎的一种行为。为了兼顾彼此的关系，我看见你这个负责的部分有一些没有做好，有一些做不够的，我愿意主动来帮助，寻求你的利益，寻求我的利益，用 PAUSE 的这样的原则，彼此来帮助。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面，我负责我的分内的业务，他负责他分内的业务，是不是我们太习惯就是这样子划分的界限非常的清楚，然后在桌子跟桌子之间就隔起来，你的业务是你的事情，我的业务是我的事情，这样子到最后，就算你赢了或是他赢了，但是公司却损伤。在我们这个月去学一个研讨会当中，看到了美国一间公司叫做戈尔公司，他们研发一个产品叫 Gore-Tex， 是一种高科技的布料。这个戈尔公司他们的文化是一种用创意的方式，是一种寻求大家都能够客观理性的评估的方式。他们的老板是怎么产生的？老板不是出钱的，他们的老板是大家员工投票出来的，员工去投票出来说，这一个年度当中，好，或是这个期间当中，谁对公司的影响力最大，对公司最有贡献，票选出来，他就是我们下一届的执行长。所以在这个公司当中，他们的气氛，大家都是在在思考一件事情：怎么样去帮助公司赚钱？怎样去帮助公司能够打开门路？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服侍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、一个思想？不是说，反正这个礼拜时间，这个程序是我，那个程序是他。做完之后，我做我的，我走我的，你走你的。我们没有去一起思考，我们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教会，怎样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更有影响力，帮助我们教会更能够为上帝得着灵魂。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的事情，除了顾好自己的事情之外，也要去顾别人的事情，不要只有做到说我把的事顾好就好了，其他事情我一概不管。问题思考，当我们常常与人起冲突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去控告这个人？在祷告里面，你会祷告已经很不错了，但是在祷告里面一直在跟神说，这个人控告这个人他的罪、他的问题，或是我们真的为他祷告。在这个礼拜，我看到一个人在 Facebook 上的留言，他说：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常常不敢在朋友的面前提到神？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常常不敢在别人面前提到上帝？因为我们常常没有在上帝的面前提到我们的朋友。我们常常没有在神的面前为这些朋友来为他祷告。如果你真的常常为一个人关心，为一个人祷告，当你跟他在面对面的时候，你就很巴不得让他能够认识上帝，让上帝能够介入他的生命。有哪些物质上的纠纷会成为我们经常发生冲突的原因？你是不是常常为了钱，常常为了这些物质财产、土地，为了一些的事物，为了一些的东西，然后一再为了金牌跟人家在吵架？而这样的吵架到最后，就算关系暂时的和缓下来，但是可能下一次这个问题又出现的时候，就越演越凶。所以我们也真的要为这个亚台盟的这个事件，这个亚运的这个事件来祷告。我们和韩国的这个情节，和中国的这个情节，难道要这样继续延续下去100年、200年、300年？300年之后，我们的子子孙孙他们还在跟这些事情没有办法跟人家和睦，然后呢还在争吵，这样的意义和代价有多大？我们可以好好来思考。最后，按照圣经的 PAUSE 原则，我们怎么样成为和平使者？我相信我们的社会下礼拜就要选举，选举过程当中，大家都在抹黑，大家都在批评，大家都在攻击。但是你能不能带出一个不一样的、有创意的、有想象力的、能够荣耀神的、能够使双方的利益都得到满足、双方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的方法？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爱我们的父神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在和平使者当中，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要拣选的人，因为我们就是世上的光，我们就是世上的盐。光不能放在斗底下，盐不能失去咸味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从自己的身上做起，让我们从我们的思想、从我们的言语、从我们的行为，都能够用盐来调和，能够使人和睦。主，更求你来帮助我们学习 PAUSE 原则，让我们用爱心和智慧兼具的合作性商议，透过准备，透过兼顾关系，透过了解对方利益，
透过寻求创意的解决方法和客观理性的评估，让我们真的能够达到三赢：上帝你赢，我赢，对方赢的这样的益处。主更求你来祝福在下礼拜六的五都首长的选举，祝福台湾和这个亚太盟和韩国和日本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，真的祝福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命。主也求你祝福在我们的教会在当中的服事都能够来荣神益人。献上我们祷告恳求，主，我们这时候要用主祷文来成为我们的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